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述第4条。读述这是读文音，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述就是掠鸟的网仔壳。落尾嘛有做头、带头的意思，咱讲是率先，也就是做大先。嘛当讲是一个人的个性加正直，咱讲是率直。另外，这个鼻音读做律第8条，律代表是比例数字，像咱讲费率、汇率，也有纪律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效率，代表是做工课做事的效果或者是进度。第2个词读做率笔。听起来敢若是提笔出来述述这个动作，这个意思是讲写字乌白写真老草，凊彩拙拙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上课已经伤晚到，老师已经伫要下课，乌帮的重点伊袂付抄，为了要有效率，伊阵凊彩率笔写写的，家己看有就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述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律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